带你们看看，又到了冬季牧区吃牛蹄的时候。今天我媳妇用喷灯燎牛蹄，卤完吃起来那叫一个绝。媳妇儿，这喷灯拿来了啊，你燎吧。你确定让我给你燎牛蹄子呀？你燎呗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燎不干净啊，全是毛，那口感可不好，扎嘴。你要不就有时间那啥吧，拿到市里面让人专业人去燎去吧。哎，我还能等到去市里头，你就燎就行，你带点毛也没事。行，猪瘾犯了，说啥也不好使。你吃药都不带去根的。我吃啥药呀？我就吃点牛蹄子我就去根了。你快燎吧。这喷灯燎这玩意儿可慢了。能有多慢？有我去市里头燎一次慢吗？那倒是没有。躲远点啊！别喷着我。行，来吧。燎这玩意儿，火你不能大还不能小，火大了糊了，火小了燎不干净，可麻烦了。哎呀，给你会控制的。你看你选着天，刮着白毛风，让我给你燎这点东西。没事，这不马上都燎完了吗？这玩意儿可费功夫了。可以了，得把这鞋给它脱下来。这燎牛蹄子最难的就是脱鞋了。这都燎的差不多了，看。不过你都给它烤软了啊。一扒就掉了。这是人家的指甲吗？哎呀，咬不动，你俩能吃动这指甲？啥？你俩也吃？有烧烤味儿没？要说这个牛蹄子，媳妇儿，这在牧区可是硬通货，基本家家户户到冬天都得有几个。谁家都得留，好吃，全是筋，肯定留几个嘛。对，筋头巴脑的这玩意儿煮上，要不然我为啥这么想吃呢？想想都香。你就没有不爱吃的东西，你就别说了。牛蹄子、猪蹄子你得啃2口。从这血里面搓一搓，省点水，要不得洗好几遍。哎呀，你可会省的呢。行了，这回拿水一洗就干净了。正好烧了壶热水，你看看用上了吧？少放点苏打，洗的可干净了，这玩意儿。是啊。生活小妙招。又学会了。媳妇儿，哎，你说你怀孕的时候，咱俩要小孩的时候，你吃点牛蹄子咋样？吃牛蹄子啊？啥意思？人不都说猪蹄下奶吗？那牛蹄应该更好吧？我还没怀孕呢，你知道我一定没有奶水？你够呛吧你？闭嘴吧你快！我啥事不得考虑前头啊？你多余干些，你准备好钱得了，到时候买奶粉。哦，买奶粉，行。得给这牛蹄子嘎开，要不好煮，锅里煮不下。对，分成2半吧。这玩意儿就用高压锅吧，高压锅能快点，全是筋。王博，教你咋煮这牛蹄子啊？以后你学会了自己煮。我自己煮啊？我还让你煮，我怕我做废了。先放盐啊，放点盐。把这火锅底料倒进去，炒也行，或者直接放也行。我就直接放了，图省事。然后这个是葱、干辣椒，然后这就纯肉料，你随便放点就行。然后冰糖，全倒进去。明白了，就行了。就行了。没有，还有酱油啥的。我说的呢。酱油少来也行，让它上色。学会了没？学会啥呀？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。我可不学他，我有这么好的媳妇给我做，还用我学呀？我要不在家，你连饭你都吃不上，你知道不？那真对，所以你去哪儿我都得跟着你。媳妇儿，这牛蹄子好了吧？你这高压锅盖都揭开了，还不行吗？我意思让收汁嘛。哎呀，快吃吧，捞出来吧。你着急收，你捞。你闻见这味儿我就受不了了，太想吃了。应该是煮烂乎了，看看。哇塞，这软烂脱骨啊，这颜色太棒了。来吧，这回吃饭吧。哇塞，这牛蹄子卤的真好呀，还有小料汁呢。整点吧。哎呀，还是你了解我啊，这么硬的菜不整点可惜了。倒上。你咋喝上了？快先嘎一口啊！有点冷吗？冷了。来，嘎就这个筋，对，这个大筋。对。哇塞，太棒了！蘸点这个小料汁，绝了！
整口啊。糯糯的，太香了，真好吃。甜咸正好吗？正好正好。你别说，你做牛蹄这手艺啊，太好了。再说教你不学吗？我学不会，有你就够了。而且燎这个牛蹄子一点毛没有，可燎好了。媳妇儿，给我嘎点这个皮，大大的嘎一块，这小的吃不过瘾。狠呗。哎，再蘸着料。哇塞，想吃牛蹄子想吃太久了。今天可过瘾了，太好吃了。来个牛蹄瓣吃吧。哇塞，满满的胶原蛋白呀！来不？我等会儿，你先吃。哎呀，不嘎了，太麻烦了，直接蘸着吃吧。啃一口。哇塞！我也来口这个蹄瓣吧，直接也上来就抱着啃吧，要不然还得麻烦我媳妇嘎。你麻烦我事还少呢。不少不少不少，来一口啊！哇，过瘾啊！来，媳妇儿整口。哇，